繼續大埔龍尾起新泳灘嘅報導。根據環保署嘅資料，龍尾舊年嘅水質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欠佳嘅水平。有學者就認為，龍尾如果起泳灘，水質會進一步惡化。由陳興昌講下。大埔地區團體一直都爭取喺龍尾度起泳灘，不過呢度居民又係咪贊成呢？響海灘入邊咧，咁我哋都會得到啲海星啊、帶子啊、嗰啲青口嗰啲嘢噶嘛。咁其實水質，我覺得如果有呢啲嘢都 OK 嘅話，我又唔係好清楚，不過好清嘅啲水啊。如果起咗，我仲更加覺得好似仲濁咗添。陳先生每逢有時間都會嚟望下個海，享受一下寧靜環境。佢都反對起泳灘。做咗佢話沙灘出嚟啊，根本上啊，到時水質唔得嘅，一樣係浪費啲錢。你將嗰啲資金咧發展其他風帆活動啊、單車活動啊、燒烤活動啊，好過啦。龍尾位處吐露港北部，外圍有馬屎洲同船灣淡水湖嘅主壩包圍。吐露港一帶嘅水流一般要28到42日先至會完全流過，龍尾嘅水流更加可能要長啲時間。咁因為個水流咁弱咧，所以將嗰啲污染物帶走嗰個咁樣嘅能力咧，同埋對污染物嘅負荷力咧，都係比較弱嘅。咁若果喺個泳灘喺嗰度咧，如果有其他污染物喺度衍生放落去個泳灘嗰度咧，佢出嚟嘅時間咧係要相當之長嘅。佢又話：將來起咗泳灘之後，人流上升，產生嘅污染物亦都會增加，環境會更差。喺2007年3月到9月嘅泳季入面啦，龍尾呢度嘅水質達到一般嘅日子咧，只有唔夠2成。咁反而咧去到欠佳甚至係極差嘅日子咧，夾埋就超過8成。至於今年嘅水質係點呢？環保署嘅網頁上面就話，龍尾呢度就快起公眾泳灘啦，所以不予評級。亞洲電視記者陳興昌報道。